炎熱嘅夏天又臨到，一年一度嘅港九培靈會咧，又將會舉行啦。好多人都開始留意末世嘅光景。喺末世裏邊，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做咧？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講到關於10個童女比喻嘅時候，其實10個童女都知道新郎會嚟嘅。然後當半夜聲音一叫醒嘅時候，10個人起嚟準備去迎接新郎嘅時候，咁有人先發覺佢油燈嗰啲油唔夠啦，暗淡啦，咁點辦？所以有啲人要急急腳喺嗰個時候去添油，但係聖經所記載嘅就係只有5個係可以入到去同新郎一同坐席，其他5個係被拒諸門外。有人以為嗰5個唔警醒，唔係，10個都瞓着，10個都叫醒，不過佢哋個光發唔到。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發光同榮耀神係同一件事情嚟嘅，唔單單只係世人好恐慌，連基督徒都好似心驚膽跳咁。問題就係喺等嘅時候，等幾耐啊？唔知道啊！你話等會唔瞓着覺，真係幾難。唔係身體嘅問題，係心靈嘅問題，又唔知幾時嚟喎。咁所以我好相信，唯有神嘅話語可以照明我哋前面嘅路，因為神嘅話係我哋腳前嘅燈，路上有光，係咪？仲有，我哋要知道個時代係要警醒嘅時候。冇聖靈藉着神嘅話語提醒我哋警醒不了。所以每年嘅港九培靈會，我哋稱呼港九，因為以前係8日喺香港，8日喺九龍，所以當時我哋去申請嘅時候個名叫港九。但係現在呢個港九培靈會已經係全世界㗎啦。神知道我哋喺唔同地方我哋嘅需要，所以藉着佢忠心僕人將佢信息帶嚟嘅時候，成為我哋嘅光，照我哋前面嘅路。有聖靈感動我哋，先能夠明白聖經裏面所講嘅耶穌基督個救贖嘅恩典係何等嘅偉大。求主賜福，讓今年請大家繼續為大會嘅講員啦，我哋嘅事務禱告啦，要為你自己禱告，希望藉着禱告祈求，將我哋所要嘅帶到神嘅面前。神賜出人意外嘅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嘅心懷意念。求主賜福，讓你真係得着更新，有變化翻轉，整個生命係成為一個新造人嘅生命。願主賜福大家。